17号暗时，伫海尾中宫的庙埕摆满了各式美食产业单位，充满文青气息的摊车，搭配着安富灵性的庙宇，互人一种奇妙中乍着和谐的特殊感觉。原来这是海尾中宫管理委员会为庆少年人亲近宗教庙宇所做出的创新决定。阮即届委员会大家是讲吼，要吼较创新的吼，吼咱少年人可以咱参与咱即个对大庙吼，即个传统文化吼的认识啦吼，所以拢会伫咱的庙埕来举办活动吼，啊以后嘛是有足侪种文化的活动吼，会陆续来安排。啊，希望咱遮个信众吼内底吼，啊若有时间吼，啊来阮海尾大龙宫，啊来行行看看，啊来甲阮保生大帝，阮大家公主吼，来上香来保平安。这座庙口小市集总共有30来品牌摊车参与，还有庙会女王陈美英、街头艺人兔兔，再来精彩表演。好食好耍的活动规划，成功吸引真侪少年人前来。注意李中准表示，庙口小市集活动未来将一个月办理一场，想要参加市集的朋友，会当关注海尾中宫脸书粉丝团，了解活动资讯。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